花瓣呼吸練習，我哋一齊模擬花瓣嘅開合，感受肌肉收縮放鬆。家長可以同小朋友面對面坐，然後張開雙手嘅手指，好似花瓣咁打開。吸氣嘅時候，手指合埋；呼氣嘅時候，手指放開。用鼻吸氣，望住手指合埋，專注喺手指嘅觸感上。用嘴巴呼氣，望住手指好似花瓣咁慢慢打開。再嚟，吸氣，手指合埋；呼氣，手指打開。感受呼吸嘅節奏。吸氣，手指合埋；呼氣，手指打開。我哋隨時都可以做呢個花瓣呼吸練習，一齊模擬花瓣嘅開合，專注喺手指嘅觸感同埋呼吸嘅節奏，感受肌肉收縮放鬆，調節我哋嘅情緒，直到感覺平靜。